洪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宜兰所有上大雨，市区做大水，相关应该一战老悬。罗西亚总统布丁互人发现伊的正手肿起来，佮有浮青筋，外界质疑伊的健康出问题。巴基斯坦发生自杀炸弹攻击，约52个人死亡，塔利班机械组织已经承认犯案。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头起先来看洪泰的暴风款是已经吸到台湾，暗时为屏东上陆了后，南部地区会靠高级阵风。另外，国内机邦今仔日是取消200多座，代替的花东对号列车嘛停驶，因那高铁是全车拢改做自由座。受台风影响，本公司今日取消所有原定班次。晚下班的通勤尖峰，高铁为南港站佮加开自由座列车，因应洪泰昨日专机取消原班表，采全自由座无效营运。南港中央两边每景点个别发出3班，每站停靠的自由座列车。平常都是买可能停比较少站的，对，所以对我来说会稍微久一点，但没关系。以我去云林的话，反而比较好，因为我云林就4点再来就5点，那我现在4点20可以搭。洪泰影响代替西部干线彰化到桃竹间对河列车由原停驶，区间车看风雨状况运行。东部干线像那到花莲间的对河列车，尾仔6点起开放，台东花莲采区间车运行。台东今天呈现停驶。由松山机场出发的国内线班机昨日全部取消，洪泰等继续向台湾刷动，暴风雨伫下昼起打至台南以南甲台南陆地，刷落来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今天晚上到深夜会逐渐从台东到屏东一带逐渐出海，而在它的环流带来的东南风也会持续对花莲跟台东带来一些间歇性的雨势。在通过的过程，台南、高雄、屏东甚至台东的陆地也都有阵风9级的情况。伫暝到13起，洪泰消散远离的过程，东北季风阁增强，嘉南北海岸、屏东甲花莲，也阁有大台北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北部高屏、东北部地区朋友爱注意局部大雨。尤其是到了明天白天，可能在北部的山区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大的这个累积雨量的情形。这3日以来，累积雨量拢集中伫宜兰境内，东山乡2站累积雨量拢有挖千毫米，所有劳动雨势也真惊人。东澳累积雨量更加突破1000毫米。根据气象署观测资料，所有站11的雨量加上大时的雨量有130.5毫米，拢指数2010年每季洪泰记录。迄当时也是东北季风甲洪泰强迫效应造成的强降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洪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的影响，宜兰所有上大雨，昨日落超过600毫米，创历史纪录。因若溪水倒急未赴消透，嘛造成市区做大水，相关是因价一站楼遐悬，地势较低所在嘛有民众掉伫咧厝内，家在是已经拢救出来。前后拢有消防人员陪伴，民众有所真细致为对方撩水，现场水正窜流，画面看起来真危险。所有人白米溪溪水顶悬，传出附近住伫较低所在有住户掉伫内底，消防人员昨日透早出动，把民众救出来。洪泰带来强风大雨，所有7站11雨量648.5毫米，毋若创下这个7站11月历史纪录。单日最高时雨量敢若是每季洪泰。根据气象署的统计，11全台湾雨量前5名全部集中伫宜兰，包括罗东、苏澳甲东山，各地灾情不断。所以军方11暗时开始救灾，派遣 AAV 怪，也佫有3班中型建设列车协助所有人圣爱里、苏北里拢总33个灾民。昨日各做灾后抢救，也佫有清土山甲复原的任务。针对所有溪顶悬、地势中原路、圣爱路这市区淹水，节目简单，天后雨较细，进行清理作业。灾民一直把厝内浸水的物件拢清出来。记者现在所在位置呢，在苏澳镇的中原路上，这边是苏澳镇最低洼的地方，水深最高淹到1层楼高。这地板呢，充满居民的垃圾跟泥泞哦。小山猫跟清洁车辆也在协助居民清运他们的垃圾。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胜则承诺，会在今日完成苏澳镇所有道路的清运。咱内面拢无半项啊，拢派去，拢派到这拢连出来啊，含免去嘛拢派啊。1层楼已经满了。中山路嘛开始
为电开清运，清洁人员真无用，道路乱怪怪，警方实施交通管制，水车沿路伫冲路，所有市区车路袂少车因为淹水故障停伫路中央，嘛发生国军的装甲车为了紧急救灾，甲浸水车交过，公部会配合处理赔偿的事项。所有盐埔饭店地下室淹水，致使旅客停伫地下室的车故障，有30多台车受影响，住客真不满，也不满饭店处理的态度。对这代志，盐埔市保会讲协助登记，并主动联络保险公司，后续会专力配合理赔甲赔偿的事项。饭店这边有没有跟你们说赔偿的？完全没有，他现在的表示就是说要我们自己联络保险。两三林所有连日全度假饭店嘛受影响，宣布即马开始暂时休馆，进行环境的消毒甲清理，各设备的检测作业。所有目前自来水已经全部正常啊，各恢复供电，不过也是有将近1000户停电伫上修。记者采访报道。中华出产的鸡卵验出砂糖这混普尼，为着理清污染来源，这动物防疫所这几日拢有去采检，结果也是有伫咧鸡卵、鸡毛甲鸡屎顶悬验到混普尼。目前除了封存全部的鸡卵，嘛继续监测鸡条。中华东风所的人员来到鸡条准备采样，中华文雅畜牧场出产的鸡卵验出混普尼了后，引起社会不安。中华县动物防疫所自初7到11拢有去鸡条采样进行复检，经过检验，结果显示也是有验到混普尼。混普尼蛋鸡管制厂复检样本再次检出，该蛋鸡场持续进行移动管制，县府动物防疫所将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加重裁罚12万元之罚款。中华管府表示，初10的时针对鸡卵、水、饲料、鸡毛甲土壤检体送中央畜产会检验，结果显示，敢若伫鸡卵、鸡毛甲鸡屎验出混普尼，其他检体验无混普尼。到学者指出，袂当完全排除饲料内底有混普尼的可能性。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杀虫剂，可能微量蓄积在食物里面。那从饲料里面鸡只吃了以后，它因为鸡只它长期时间累积下，它可能会有验出很微量的芬普林。官府表示，10月有个针对鸡巴内、鸡肉、脂肪、鸡卵采样送检，嘛继续对文雅畜牧场进行全面的移动管制甲检测，封存全部的鸡卵。目前也已经移送检调单位侦办，理清详细污染原因。记者杨淑静综合报道。俗语讲，好行唔值得会食，好命唔值得用行。咱人的身体健康若是出问题，加减拢会影响到生活。就算你是国家的头人，嘛是共款。罗西亚的总统普丁今年已经73岁，伫咧落乌打开阵的时，就互人翕到伊的正手，哪像是有出现乌斑，佮有注射过粉粒。到这阵仔出席活动的时，佮互人发现讲，伊的手腕哪像是肿起来，青筋佮浮浮，甚至有时这手佮会颤。这种的现象，拢互大家咧要讲，普丁伊真有可能已经着病。针对这个风声，罗西亚的当局是无回应。不过今年9月，普丁到中国参加阅兵的时，就有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讲到终身不老佮换器官这个议题，是因为伊的身体健康出问题，也是有其他原因，嘛引起外界关注。徛伫海报头前，俄罗斯总统普廷贵面严肃，亲像当咧听人报告。美国媒体《纽约邮报》伫当地初10报道，普廷顶伫出席一场篮球活动的时，因为表情无自然，刚好翕到正手戴拳头帽，手盘有奇怪肿起来，正被严重碰起来状况，搁一摆引起外界质疑伊的健康状况。这毋是普廷正手头一摆发生状况，过去伫军事访问的时，手头8方翕到出现乌斑，还有真侪水蒸白分粒，也有一摆方翕到正手有淡薄咧错，互外界质疑，伊得帕金森氏症。也毋过20日伫克里姆林宫会见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的时，正手看起来搁一切正常。另外，俄乌战争方面，乌东战线一直坚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1搁一摆亲自到3年前为陆军手中受俘的赫尔松慰问前线士兵甲救援人员。Сьогодні в Херсоні вже 3-я річниця звільнення міста від росіян. Окупанти втекли звідси. Ми пам'ятаємо, як сміливість наших людей зробила це, як українські прапори повернулись у місто. 俄乌交战的东部前线城市普克罗夫斯克，因为乌克兰欠士兵加上陆军精派军力，毋但使用无人机甲火炮做远程攻击，也派遣地面部队打击乌军的补给线，互乌克兰前线士兵陷入苦战。
乌军表示，有大约300名的陆军利用农务做掩护，骑奥多拜，甚至利用破损的汽车甲货车进入波克罗夫斯克，继续推进控制城市的范围。伫另外一座重要城市库皮亚斯克高区，也不时传出双方士兵激烈交战。为着限制言论，罗西亚一名18岁的加路家人，罗吉诺娃顶日因为伫圣彼得堡加路，甲集团同齐翻唱批评克里姆林宫的歌曲。10月15号，当局以扰乱公共特殊为由，判2加13日。疑犯了后，才自由无到几点钟，搁互当局用轻微自私行为罪名，搁判2加13日。这个我1个月了后，11搁传出伊第3摆，互法院判决延长监禁13日，理由是违反公共特殊。罗国政府强调，伫甲西方的第2阵战争中，罗国社会爱保持上大程度的团结。人权团体批评罗西亚伫战时的审查制度太过严格。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译。人咧讲贼青街牌，中国有一个查某人拐人投资骗到1800亿台票的钱了后，落尾手搁走去英国，想要透过房地产洗钱，结果互警方抓去。英国法院伫咧昨嘛甲判关11年8个月。因开发高科技健康产品，甲 Bitcoin 挖矿做广告，结果是诈骗。有将近13万的中国投资人受骗，总金额超过400亿的人民币，大约是台票1800亿。今年47个钱志敏伫英国被抓，尾手英国伦敦南法克皇家法院以洗钱案判11年8个月。We seized over 61,000 Bitcoin, now worth approximately £5 billion, alongside other non-crypto assets valued at more than £20 million. This currently represents the largest confirmed cryptocurrency seizure anywhere in the world. 去年4月2日，伦敦警方伫英格兰北部约克市钱志敏洗出的所在执行逮捕令。Do you speak English? Take a deep breath. We believe you're Zimin Kian. Okay. You're under arrest. You're going to be arrested for money laundering. 警方讲，钱志敏伫2014到2017年之间，用假名张阿德伫中国策划大诈骗案，甲骗到钱转做 Bitcoin 资产，然后伊用假护照走去英国。2018年9月，想要买房地产来洗钱，所引起警方的注意。另外，伊住伫伦敦，租金超过17000外英镑，大概台票70万的别踪。住伫英国的时阵，伊的生活毋是拍电动，就是咧网络买物件。甚至伊阁想要踮欧洲找一块无主地，成立小国家做女王。公视新闻黄云玲编译。巴基斯坦发生自杀炸弹攻击，上无有12个人死亡。塔利班机械组织承认犯案，不过高赞却否认。巴基斯坦当局是认为这是印度政府支持的极端团体所做的。印度是回应讲，根本就是咧做乌擦白。伊斯兰马巴德这座地方法院，逐天拢有几啊百个人出入。伫当地时间11中到12点39分，一个查甫人以自杀攻击的方式，伫法院大楼的门头前引爆炸弹，爆炸的声连几啊英里外拢听甲清清楚楚，会当看出威力有偌大。路边的车风烧甲臭火大，过路人去法院办代志的民众拢互帮着，现场密密麻麻。内政部长纳克有话讲，对这监视录影画面会当看出放炸弹的人，本底是想要入去法院的大楼，但是无成功，才转甲目标锁定伫一台警察车。ये अब हमने पहली प्रायोरिटी में हम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कि उ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वो कौन है मैं आपको श्योर कराता हूं कि हम अगले चंद घंटों में इसको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 लेंगे 在案发的后，激进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机械分支自由人党向当地媒体承认犯案，但是巴基斯坦塔利班的高层却阁对外来否认。巴基斯坦当局在证据无够的状况之下，第一时间就讲印度是中间人。总理夏利夫讲，这个恐怖攻击是印度支持的极端团体做的，和印度政府的发言人反驳讲，完全无证据，拢是家己编的。讲那这件伊斯兰马巴德这个自杀攻击的前一天，伫印度首都德里嘛发生造成8人无命的汽车爆炸的案件。当局并无把这个案件归作是恐怖攻击，但却甲伊交予反恐单位来调查。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同年期，伊斯坦堡的市长伊马莫鲁互人指控收乌西钱、偷摕个资等142项罪名，检方甲求刑超过2000年。伊的支持者从街头抗议，认为是现任的总统为着要甲霸中市板掉，才出这种奥步。外电报道指出，连续几啊家街路抗议，虽然规模创10年来新悬，但过大部分平复。
南塞冲突，和313人做着拘留。但是焦点就是伊斯坦堡市长伊玛目鲁被控贪腐等罪名案件，还在审理当中。不过法院下令先选去加价。美联社报道指出，因为共和人民党进前举办，共是170万人的大会，针对按算2018年总统大选要推举伊玛目鲁做因政党唯一的候选人，然后就传出法院下令正式逮捕个移假的消息，引起共和党人民的不满加一直抗争。İçeride bu sorgu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zulüm sürdükçe, içeride bu baskı sürdükçe biz de demokratik bir şekilde 55岁伊玛目鲁在2019年当选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的市长，迄时阵被认为是对执政党的一大打击。虽然敢若是地方首长，不过伊玛目鲁前一摆公开表态，主张瓦向欧盟等西方国家，另外伊支持 LGBT 族群权益，也正符合欧盟的立场。所以伊玛目鲁被关个被揪出党性的消息传来，除了伫国内引起支持者的不满，欧洲理事会要求土耳其当局马上释放伊玛目鲁。德国政府批评土耳其是咧进行司法迫害，是民主倒退路。外电报道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咧排除连任的障碍。根据外电引用的土耳其官方资料，伊玛目鲁被控的142项罪名，包含组织犯罪、收乌色钱、参加围标、盗录个资。另外，因为公开批评政府迫害库德族，也被控支持列名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全球有8成的风暴徛五拢分布伫咧智利的太平洋沿岸，不过因的数量却是存无到2万只。智利政府伫顶个月已经甲列作强要灭绝的物种，科学家嘛表示，若是阁无积极甲保育，这种徛五恐惊是彻底为地球消失。头是乌的对目睭后壁耳仔一直到下海附近有一条白色的跨大，有的脚趾片阁有斑点，这是主要分布伫南美洲红宝徛鹅的特点。全球80派红宝徛鹅拢生产伫智利的太平洋沿岸，但是智利的科学家警告讲，红宝徛鹅的数量长一直在降，对顶世纪尾的45000只，已经大减到剩无2万只。到伫顶个月，智利政府已经宣布红宝徛鹅红列作特别绝种的物种。Significa bueno que si esto persiste en el tiempo, estas amenazas persisten en el tiempo, lo más probable es que esta especie pase de peligro a crítico. Y de ahí hay un paso muy corto, ¿verdad?, a que la especie desaparezca después definitivamente. 有的国家会甲红宝徛鹅做观赏的用途来招揽生理。虽然国际组织已经禁止这种商业无益的行为，红宝徛鹅的数量嘛是持续在减少。生物专家点出，因目前面对的威胁，是因为红宝徛鹅主要的食米来源是木仔鱼和温仔鱼，人类过度的猎捕造成食米的竞争，加上地球暖化，或者生物的数量更较减少。另外，红宝徛鹅嘛常常因为调伫人类的希望死亡，无就是无细日去食着塑胶粪扫，造成因的消化系统出问题，佮有快速传播的禽流感，含因的受互人类破坏，用来开采生态地顶悬真丰富的礁石石，用来做重要的肥料。这一大堆因素，拢造成红宝徛鹅的生产率差不多降到0啊。Deberíamos hacer todos los investigadores que trabajamos con aves marinas, ¿cierto?, y con pingüinos Humboldt, un llamado a las autoridades para que se pudiera legislar quizás por una pesca más sustentable en todos los ámbitos, tanto la pesca artesanal como la industrial, para que así también podamos convivir con la naturaleza y no solamente verla como un recurso extractivo. 公司新闻新闻编译。人类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海水酸化，就连食人鲨渐渐的鸡嘛，当咧渐渐的自起。若是无改善，恐惊是会影响到因讨食行动，甚至是威胁规个族群的生态。顶世纪70年代经典电影《大白鲨》片中食人大白鲨的大喙甲真来喙齿，是野味心中惊吓来源的经典作品。虽然鲨鱼靠真来喙齿食食，是海中生态链上顶沿的王者，不过根据德国上新研究显示，一直变酸的海水会让鲨鱼的喙齿变脆，到尾啊可能会害会崩。源头就是咱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As humanity, we are bringing a lot of CO2 emissions in our atmosphere, and a lot of it goes to the sea in carbonic acid, and this makes the sea more acid.
鲨鱼的喙齿是由变定的磷酸盐组成的，不过伫海洋持续变酸的环境，较会生歹去。研究指出，海洋变酸降低水中关键矿物质，像讲钙甲磷酸盐的使用，这对需要挖靠这矿物质来建造外壳甲骨骼的生物，像讲珊瑚甲贝类造成威胁。鲨鱼嘛挖靠这矿物质来进行喙齿的再生。鲨鱼的下颌大部分有真侪排喙齿，新发的喙齿会快速撒向前来代替失去的喙齿。The sharks can replace their teeth. This is one good news, but they have to produce new teeth, and this could be harder in more acidified water. And we also know that it sometimes take maybe months or years to use one teeth and to replace it. 目前海洋的平均酸碱值是8.1，不过一定到2300年会降到7.3。这个变化会使你水的酸度增加10倍。有一寡鲨鱼喘气喙爱开开，所以喙齿较会生歹去。总讲酸碱值有小可降低，也可能对鲨鱼这种喙齿换新速度较慢的物种带来严重的伤害。喙齿状况无好的鲨鱼也可能面临食食困难，影响鲨鱼的数量甲海洋食物链的稳定。The sharks are a key role in marine ecosystems. If sharks are missing, we can see top-down effects on all other marine species, so they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for coral reefs, for seaweed areas, and we need sharks for a healthy ocean, and we need a healthy ocean for a healthy planet and a healthy ecosphere. 鲨鱼的喙齿是为了切割肉类才发展出来的高效率武器，不是抵抗人类造成的气候暖化、抵触海洋变酸的工具。更较凸显，准讲是自然界上介来的武器，也有伊脆弱的所在。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台湾的导演陈立贵，伊透过拍纪录片的方式来呈现台湾的历史。伊嘛为无共社会族群发声，甚至是用影像来表达出伊对台湾这块土地认同和观察。伊伫咧今年嘛得到53连奖的肯定。我叫做郑南苗，我注定台湾独立。细细岛山的国家，我咧写迄句的时阵，我完全是为台湾的意向，也是台湾的感情来出发。其实我是感觉真公平啦，会当互即句话变做一个台湾认同的一个通关密语也好，也是讲是一个新的符码也好。导演陈立贵改写内陆大诗，重新创作写出我细细岛山的国家。诗句用伫2009年电南用纪录片《魂》内底，后来有真侪民众引用。陈立贵介意大自然，定定去爬山。伊讲山占台湾土地的2/3，但有268座超过3000公尺的悬山，真水挑战嘛真侪，就哪像台湾的运命。陈立贵1957年出世，台大外文系毕业，伫美国读册书做记者，嘛培养出对社会的关怀甲台湾意识。为着要贡献所学，伊伫1989年回来台湾。陈立贵拍纪录片到达36年，反映环保运动、女性意识，嘛关注后世民的反抗精神。伊的代表作包括翕署名革命进行式，嘛翕书写海洋史馆的朱英河等等。陈立贵毋忘建立台湾的主体意识。台湾的历史，这是甲其他的国家，甲咱海峡迄边迄个中国，嘛是非常无共款的。咱来以咱这个土地做主体来思考。陈立贵讲，影响伊上深的，就是文学甲做记者的经验。伫咧注重艺术性的时，也兼顾民众对议题的理解。伊讲拍纪录片，互伊的生命加真丰富。面对未来，伊上毋望的，就是台湾的民主会当阁继续深化。其实咱就是讲民主化了后，咱就一定是永远是一个民主化的国家。其实就是发现毋是安尼嘛吼，民主是会倒退，民主有可能是会用民主的方式去甲结束的。像讲德国嘛，迄阵希特勒因就是即款的情形。所以咱台湾，咱即马上爱注意的就是这点。
记录台湾史也为受压迫的人发声。但係规个纪录片是社会运动的影像，也是时间的影像，可以得到53连奖的肯定。但係规个期待台湾的少年家会当继续发现创造咱的故事。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祝你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